新德县德北这4月车路纳入去，引起社会议论。这事件的鉴定报告有初步结果，原因是车路的地基伫咧吞的时阵无照起工，加上工地地下室长期抽地下水，才会引起路面崩塌落去。一台好好的车就安尼落入去窟窿内底。这是今年4月的时阵，新德县德北市一大工地边仔所发生的意外。爱找土木技术工会进行调查，经过3个月鉴定，初步的结果出来啊。第一，就是因为道路路基的松散，另外管线施工回填的问题，以及长期地表水渗入造成土方流失。第二个结论是，风采520的建案的工地，因为地下室长期的这个抽取地下水，也会因为加上土方的一个开挖解压。造成破坏，延伸到地面，造成道路的坍塌跟破坏。针对鉴定报告当中，写讲是工地施工是主要的原因，不过受影响的社区主委希望县府除了要求建商负起责任，也要针对社区的居民提出赔偿的方案。我们会希望说县府有更强力的措施嘛，比如说他可以要求公益就是主动提出那个赔偿的那个一个报告嘛，然后让我们那个来检视嘛，比如说他愿意赔偿哪些部分，包含公社的部分啊，还有住户零损的部分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我们过往修缮的资料嘛。目前建案工地同款各地停工的阶段，针对鉴定报告，建商表示已经对附近受影响的社区做全面性的调查，后续会担起所有的责任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